各位生日群組成員，我上任呢個嘅副總統都接近1年啦，但係我冇做出晒365日。咁多睇下1年前我發表講話。各位生日群組成員，祝各位新年行大運。原來而家我把聲紅，佢嗰把聲都唔紅，估唔到我已經變咗咁多。好多謝大家喺琴日咧係支持咗我，咁所以我係上任到呢個嘅副總統呢個嘅職位啦。咁好多謝各位嘅，另外我都係好多謝阿盧家明係喺較早前喺生日群組同埋喺大造地天室係一直服務咗大概半年嘅副總統同埋嘅副主席啦，咁我而家就正式取代咗其中佢嘅副總統職位。咁啊，另外咧嗰個副主席嘅大眾電影室嗰個職位咧，就俾咗希鐵仔去上任咗㗎啦。咁好多謝佢之前一直以嚟嘅服務啦。咁同埋1月20。咦？估唔到原來阿羅家明之前都有做過管理員喎。不過咁喎，而家阿羅家明咧睇得出佢個樣咧係表態係換咗喺個革新派嘅身份啦。以前佢係保守派嘅身份啦。頭先大家都聽唔聽到啊？咁不如我哋繼續睇落去喎。9號就換咗一啲嘅新嘅秩序委員啦，喺生日群嗰度。咁有部分嘅管理員咧，唔知邊一個管理員啦，就批准咗14個成員咧係入咗。嗱，咁嗰陣時，有14個成員係，其實嗰14個成員已經係滯留咗喺嗰個等候室啦，即係俗稱等候室啦。咁係請求加入咁嘅。其實嗰批成員已經係請求加入咗好耐。咁當我上任嘅時候咧，我就即刻逐個問佢哋，佢哋係幾時生日啊？咁樣跟住即刻批咗佢哋入嚟啦。咁嗰14個成員咧，其實喺而家基本上全部都已經喺生日群組裏邊存在晒㗎啦。咁當中我同學都會喺裏邊啦。咁但係邊位同學就暫時唔透露。生日群組嗰度嘅，咁啊羅致森就即刻移除咗啦，總統羅致森即刻移除咗嗰14個群組成員嘅。咁我遲啲都會同呢幾位嘅新管理員，包括我啦，會係一齊合作嘅。咁啊，遲啲我都會同吳幼橋總理，咁我哋都會係遷就多啲時間啦，同埋去出席嗰啲嘅生日活動啦，搞一啲嘅生日活動，希望。哇！原來喺過去1年間發生咗咁多事情。原來吳幼橋啊嗰啲，而家佢哋都唔係管理員啦。原來喺1年之間，好多管理員都換咗好多喎。除咗總統羅致森咧，係做咗成5年左右啊都有。咁其實阿羅致森都想我哋嘅管理員形象越嚟越更好。咁所以不定期咧又會換下啲新嘅管理員啊咁樣。咁而家換到原來連吳幼橋啊嗰啲人原來都唔見晒喎。我睇翻啲條片，我先至記得翻一啲嘢喎。不如我哋睇埋最後嗰10幾秒。大家會係中意嘅。咁多謝各位係對我有嘅信心啦，同埋支持嘅。哇！好，條片就睇完啦。大家有啲咩感受呢？仲記唔記得呢條片呢？咁裏邊條片就係喺新年拍呢。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啦？咁嗰陣時係喺今日嘅11點拍嘅，係啦。咁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呢條片？仲中唔中意呢條片呢？咁不妨訂閱下喎。咁另外啦，
當我上任咗之後嘅時候咧，其實裏邊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發生啦。係啦，我都想問你幾條問題啊，Sunny。點解你諗住睇翻你1年前嘅片呢？嗱咁今日係我正式係上任咗1週年啦。咁我都估唔到可以做到個管理員，咁帶出我呢個嘅驚喜啦。咁當然我會睇翻我以前嘅驚喜，睇下嗰個表情會點啦。點知原來我已經轉變咗咁多喎啊！大家成員唔知睇唔睇得出？咁其實你可以不妨可以睇翻嗰條片啦，你都可以嗱呢個都係寫住話新人上任啦。我的確嗰陣時都算係一個新人嚟嘅嚇。咁嗰陣時由於係遲咗放片啦，咁所以仲係寫住11個月前嘅。咁唔緊要我的確係放咗1年前嘅片上去。咁嗰陣時1年前嘅片咧，除咗轉變咗好多之外咧，其實大家留意到我咧，我上任嘅時候係病咗嘅。咁好快好彩我喺上任1週年嘅時候，我今日冇病，實在太好彩啦。咁希望大家成員係多多支持我哋7日城大眾，做到美好嘅將來。咁多謝大家。